后来继续来看南投市在地观光工厂，配合着情人节来举办手心跳到底爱情大告白的活动。参赛者必须伫个30.8米悬的台顶来告白，然后跳落去。这个现场是真刺激，嘛充满着浪漫的气氛。 配合今仔日的情人节，南投市在地观光工厂推出为30.8公尺悬的所在跳落来，该对家己的爱情啊讲心内话，展现对亲人的爱，请真侪男女朋友佮翁仔某做伙来挑战。我们下礼拜刚好满3周年，然后他用心规划的，然后就来报名。 爱情大告白活动，请20多对情人做伙来挑战，每一对故事拢使人感动。经过这摆活动，让大家感情路行更加在。有大概20组以上的参加的活动的来宾，那我们选出前5组的那个名次。观光工厂配合情人节所设出的活动，让体验过民众也感觉真刺激，嘛真心惜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